到最后就死在里面。这个是那时候的全体的员工最恐慌的那一个时间点。都不是人呐，我们都不是人呐，怎么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外科口罩啊，还有一个隔离衣而已啊。那时候其实负压病房每个医学中心只有两床或3床而已，所以他没办法收那么多了。防疫但是防袂掉着急和着惊，失望愤怒的情绪一直拖开。专家学者入去病院协助抗 SARS， 当时是仁爱病院副院长辜大成，也是其中的一位。进去里面那是不得了，用地狱好像也不是太夸张，就是地狱的边缘好了，就是这群人就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实在是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吧，至少在现代史上。我们用所有的资源来支持他们里面，我们非常关心里面，我会跟着所有员工，跟他们一起出来。遗憾的是，防疫最后造成和平病院员工57人感染，7人死亡。但是，省事17年前政府这项重大决策，参与抗 SARS 的叶金川始终支持。封院其实是对的，只是说没有足够的准备呢，没有配套。不过返回来讲，就是说你围在这边嘛，救一个算一个，对不对？但他如果把它散掉了，跑到整个台北市，那是263万人嘛。在当时的情境之下，确实不管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是不得已的。必须把一群人隔离起来。这一次整个国家的防疫的战略是不一样的啊。那过去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和平院区呢，经过了17年的重担责任，它永远是第一线，永远要随时战备的任务。那它也持续的达成了。我是郑玉梅，17年前我是在内科跟感染科病房工作，目前的话，现在是在社区护理担任护理长的工作。当年照顾确诊的老生洗3天，但玉鼻嘛去感染到 SARS， 虽然讲捡回一条命，但是妈妈连带受到感染，着急也唔甘，即马有关印象足深的。刚开始其实我们都是说感冒嘛，所以我们是在一般病房的时候，我妈妈是有来照顾我。然后后来我转去星光之后，结果他还打来跟我说他发烧了。那时候发烧筛检站的设备并不那么完善，所以以前就是搭帐篷，然后就跟我主治医师说，就是可不可以把妈妈就是送来医院这样子，就是不要让他就是在帐篷里面那么可怕。最后把我囝康复出院。但是地玉鼻因为大量类固醇的治疗，致使伤病的髋关节害死，活人工的髋关节。2005年伊离开病房，转做社区护理，搁一摆回来防疫第一线。那时候主任就有在群组说，是不是希望我们可以多点人来？后来我就第一个回给他这样子，有一个同学就直接跟我讲说，我护理长17年前遇过 SARS， 他都进去了，那我们有什么好怕的这样子？救护车飞快地开进了和平医院急诊室，里头载的就是从3总送来的詹忠孝。17年前的 SARS， 嘛，互当时离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的詹忠孝、詹家总上了严肃的一课。迄年伊离 P4 实验室研究病毒，但是因为机器老旧，加上操作不慎，感染到 SARS， 嘛体现到人生的无常。我的人生一直很顺，那是我最大的一次、最早的一次，觉得人生最无奈的一个时候。你也很怕进去了就再看不到他们了。其实我只是跟我爸讲说，我晚上要插管了，爸，我晚上要插管了。那我很谢谢你，多年来就是把我养育成人那么大，就是这样子。那你痛苦的是说，你可能讲这个时候你就听到，就会听到。好像父亲在那边有哭的声音，
2003年，全台湾拢总有346人感染着 SARS，73 人死亡。占家总是台湾这场疫病的据点。对于以后 SARS 病例唔捌去出现过，但是病毒的外泄嘛显现台湾的实验室规划无周全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所谓的 P4 跟 P3，疾管署并没有一个规范出来，每一个单位就自己去做，所以他后来就编定了很多的规范。现在又更进步了。现在他把动物的实验跟细胞的实验分开来，我们要分成2部分来作业。所以你们进去这样看的时候，最主要是老鼠的体重它会减轻，体重会减轻，然后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但是体重减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经过治疗留下后遗症，占家总有缘坚守防疫岗位，如今伫中研院任职，经由院方的同意，而无病毒的状态。采访团队独家直击中研院的 P3 实验室，这嘛是国家国际新兴的传染病研究的重点。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呢，就像我们打疫苗一样，每打一次，我们身上的抵抗力就增加。目前的这个很好的结果，是来自过去的累积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个案于2月15日晚间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首次的社区感染以及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武汉肺炎零死亡被打破，台湾更出现首例武汉肺炎死亡病例，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在中部，白牌车司机染病身亡，周边社区扩大消毒。当然烦恼啊，对于咱咪烦恼讲，咱本身是不是因为动人啊吼这个迄个问题产生以后，咱是不是讲咱动人是不是讲日后原来会去拄到这确诊的代志？大家拢足紧张的啊，因为是事后才通知，所以说又造成更多彰化地区的这个民众的恐慌。2020年2月中旬，台湾出现第一例新冠病毒疫情的死亡案例，彰化地区有警报，大金病医神经病案全面闭诊。2月之后，基本上整个我们台湾大概其实慢慢到一个高峰，尤其是开始出现患者死亡，然后开始大量感染之后，对，所以其实以我们医院来讲的话，我们急诊立刻要分仓分流，就是直接立刻只要一进来有发烧的病人，就要立刻把它排除到，所以我们急诊立刻就要切成2半。很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大量的改变。当确定是可能是个疑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立即就是召回所有的照护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护、旁护等等这些人全部回来筛检。整个的一个过程完了以后，包括当然后续的一些筛检什么都不错。93病房是专门收治确诊病患的负压隔离病房。48岁陈素秋是这的副护理长。按19白牌车司机染病死亡，伊的妈妈和弟弟后来嘛拢确诊。阿嬷她在这一间的时候，她都躲在那个角落那边，我们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可是我们就发现她坐在那里，就默默地坐着。跟我们送饭进来，我就说：“你刚刚，阿嬷，你刚刚在怎么了？”她说：“我在想好心。”他跟我说：“我没有做坏事，我一生我没有害过别人，为什么我吃一个团圆饭我就中了？”那每次去他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都酸酸的。现在下了班啊，我要去关心阿嬷，再去阿嬷家关心一下。那同时也有送一些营养补充品要去给他们。真的，他们2个不晓得怎样子过。我就俩感觉是讲噩梦中的噩梦啦，是就迄阵内底你用看的时，即摆是着还佫真艰苦呢。病患失去至亲，还佫面对向隔离的不安，陈素秋暖心陪伴，就算是出院，有缘定定去探望。阿嬷，他等下更考啊。
阿妈，你看我大家拢来陪你呢。阿妈，你有困哦，你有困，你袂使去哭，袂使去哭，你真正有困哦。哦，阿妈，你看安尼我大个，阿妈，你就阿妈你做好个呢，真的哦吼。第一个状况发现说，有不明原因感染的一个个案，就是这个白牌司机的这个个案，他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感染的哈，那他也没有出国。所以类似事件当然也是让我们第一次面对说，我们可能有社区传播或社区感染的个案出现哈，那所以压力也当然是比较大哈。那幸好那只是单一事件。病人的健康与福祉将是我的首要顾念。病人的健康与福祉将是我的首要顾念。会知道说那时候讲的这些东西，虽然不一定每天上班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子严峻的挑战，不过现在的确就是遇到了。那遇到了就是有这个机会体验一下，自己体验一下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当初自己承诺的事情。学校所赋予我们，然后我们所念的誓词，告诉我们就是要继续在第一线持续的照顾病人，我们不会退缩。防疫这条路，医护人员永远袂缺席。在新冠病毒的污影下，因用生命担负使命，徛在抗疫的第一线。他评估以后，他说先进急救所。好，等我一下。你赶快进去，我轮椅在那边等啊。那个点上目前有一个发烧的病人入岛的，不确定有没有出国，所以我要让他挂号进隔离室哦。他发烧，然后388。医疗院所启动防疫大作战，发烧体检站分层分流，加强门禁的管制，开设独立的疫病体检门诊。因为通报可能的个案一直增加，前线医护人员工作量嘛对在增加，每一间病院压力拢真大。对你给自己的心理压力，这段时间会很大。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下一刻或者是下个礼拜就会面临的是上百个或者是上千个，那到时候你怎么办？到时候你要怎么保全里面的人？基本上从现在开始穿就有点开始要流汗了啦，可能会汗流浃背常常会出现这样。讲话上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喘。很热，对，都流汗了。今天凉凉的还好，但真的如果是大太阳的时候，真的是全身都是汗。你要怎么了？要腹痛1个月。然后有腹展1个月。对啊。阿姨，过去一个月有出国不？都没有。全台湾医护人员20万人投入防疫，每一个人的面因为挂护目镜和N95有喙暗，出现一瞬一瞬挂掉还是戴掉的混染。大家消毒100摆的双手，嘛是伤痕累累。这边耳朵，然后额头这边都会很痛。戴N95跟口罩这边鼻子都会有压痕，戴更久一点这边就有一个小伤口。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是不会有这样子的防护装备，所以等于是在身体上其实还是会多出一些负担。上一次的疫战让我们学到的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你没有做好准备，一旦发生这样的疫病流行，在不只是造成了生命财产的一些损失，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才会有后来讲的17年来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是发生在2003年的话，那绝对不是像当年那么简单就控制完毕了可能会是更惨痛。没有白走，这17年其实我们是因为有17年前的经验，而且每年都有在演练，
所以2020这一年刚好是验证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的一个好机会。那确实证实了我们是已经做到。靠 SARS 经验的传承，是台湾守卫条医疗防线重要的关键。2020年，无共世代的医护人员，无袂记你白袍代表的使命，用上大勇气来行动，为台湾写历史。政府嘛，互防疫的网络更加坚固。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风暴当中，大家手牵手，做伙战锋前行。